嘛伫今仔日军人节入中历史。伊的妈妈讲，回想到后生是满满的骄傲。台中中历史气氛庄严。今年4月，台铁铁路过后摆尾意外造成50个人死亡。司机员袁顺修伫上尾打洞寺庙守护全车的安全。立委提案，予袁顺修入中历史。徛伫头前的是袁顺修的妈妈和太太，心情真悲伤。阮妈妈讲，真正替伊感觉真骄傲。一生没有白来，他有为天下众生所做一切事情。虽然是他壮烈牺牲了，可是他是非常的尽责，非常的光荣。对。佮讲到后生为伊感觉骄傲，同款因讲顺捷入中历史的，佮有台东的2位会官。因分别是中校主管梦、小校潘英俊的太太，提拜为真悲伤。主管梦潘英俊烈士入祀祭文。去年10月，主管梦赛 F1不幸坠落台东外海。今年3月份，小校潘英俊赛 F 战机和其他战机小 A 坠海殉职。由台东县长邀请领主持接2个人入中历史。他们办不到的地方。我会带领我的弟兄，所有的飞行同仁，把我们战力发挥到最大。伫9月初3军人节这天，全国各地举办祭祀典礼，不管是军人或者是台铁的司机员入中历史，要让大家永远会记得因勇敢牺牲的精神。好来，乡亲啊，又个。